关唐姓被害人于110年1月21日19时许，遭3名不明人士妨碍自由及恐吓取财案。本案被害人于1月23日至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报案，本分局已依规定受理，并立即与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侦办。追查掌握特定对象身份后，已于日前逮捕6名犯嫌到案，后续将继续厘清犯案动机。